春天是开会时阵，若要抢到樱花乡亲，即马家己有一个新的景点，互你毋免走去山顶，嘛会使欣赏到几百丛北中樱伫开花，或者水红色花海包围掉的浪漫的听都，袂输是伫日本。啊，这个所在是伫嘉义县的番路乡半天岩，这个紫云寺的边啊，是一个私人的林地，园主打造出这个樱花林，免费开放民众参观，就是希望讲家乡遮水的景色，会使互更较侪人欣赏到。 土红色樱花开啊，100多丛北中樱，一看过就那土红色水墙同款，雨风吹叮当，实在真水。两边的樱花分做两站，行伫路仔顶头，互花海包围，浪漫的程度就敢若伫日本同款。想要看樱花，唔免爬上山，这个看樱花地点就伫嘉义县番路乡紫云寺边啊，自嘉义市区开车只要20分钟。它种得很密集啊，怎么拍都怎么漂亮。就拍起来颜色也很鲜艳。这个樱花呢，是这位林姓园主来种，家己种花，想要互家乡更较水。10几年之前开始种，不过过程真无简单。当初买了好像是买了150几棵，那现在仅存差不多100棵而已。这一期的花期也是多年来10几年来最茂盛的。林姓园主的樱花呢，免钱开放予大家参观，希望安尼景色会使互更较侪人欣赏。那这个隐秘的地方，客人就找不到。 所以呢，我们全家就规划那个网页的图，一直泼上去，希望爱花爱草的人呐，欣赏美的能够来到这边欣。北中樱花期真适合这礼拜来欣赏，遮尔美好的景色，游客嘛拢真遵守规定。除了翕真水的相片，嘛无留本数，互继续来参观的人，拢会使沉醉伫粉红色的花篮之间。